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诗案白话语文嘅研究第9美写表述篇。一个今本日嘅主题係節碼語詞文，一共有340句。今本日呢有提示部分，課文一詩一語對照錄音，第87篇，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語文史一個客家語嘅節碼詞雖然是講冇他哋也嘅喜歡係講冇，但是也係語言嘅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係心中不平，也係講一個喜歡冇嘅事情就會引出來嘅個爆發，表情泄露心中嘅怒氣節碼詞大部分都係主動來攻擊性嘅語言。再講節碼語言也係形容詞嘅一種，而係用反面負向嘅形容。至於一般形容詞係指正面嘅描寫表情，所以一般過程社會認為講一個節碼詞應該嘅來消除，也係來主動一個運用於語言之中。有人講多講善言就係一個祝福嘅意思多講節碼語言就變成了一個惡衰人詛咒嘅意思。所以一個我哋注意一個語言之中嘅使用方式，但是確實為節碼嘅語言有時就難以以語來講破全部這個表情嘅事態。經過這個整理研究本篇將分為一個6部分基本呢一個就係講到應用言辭嘅時間，一方面嘅節碼詞第3段一個再講一個惡言一句10句善言都很難背，所以當小心後來我哋提嘅就講一個第12嘅段一個部分應用言辭嘅時間嚟做節碼語言。第個呢就係臨摹碰田一個就相當近嘅意思相當近嘅近第二呢你這個牙眼目焦就係如係難捱晒嗰難忍耐嘅意思，難忍耐。第3好好嘅人呢割來寬就製造麻煩嘅意思。關於講多此一舉，因為按嚟做加做加添嘅一個提示，從此對額頭上燒話過，就是非常危險嘅意思，非常危險。第5客人皮行幫剃頭刀幫呢一個是幫助的幫用那個磨砂嘅磨頭有同挪刀嘅同幫刀嘅冇相同幫剃頭刀就是一個皮帶樣式嘅當個幫挪呢是那個挪砂空去挪刀嘅，是危險嘅意思。客人行幫刀嘅一不小心就會出為受傷到，也就個危險嘅意思第6客人皮行大門呢這個就快打這態度打唔得唔對門呢
无呢沟通啊，係人溝通咯，第七，批公接教育，頭拿民族族，一個族呢，有3點水加上一個麻雀嘅雀，麻雀嘅雀，身體戲肉嘅意思啦，一個批公接教育，頭拿民族族，做出把戲嘅時間呢，大部分都係由亞洲嘅批公接嘅教育，俾大家人感覺到神奇安尼吼。第八，新骨呢，就講什麼嘢388改考難民嘅問題嘅5先啊。第九呢，反骨就是講叛逆、反叛、不忠嘅人啊，反骨咯，一個佢看義工也好，有人講看得出，一個做研究了，一個第10呢，義工反骨啦，就這個勞碌命嘅人啊。第10，耳垂嘅調，表示冇福氣嘅人，12，耳配，有糖冇度，記隨查，也係冇尊敬嘅唐人講法面蛇的，面蛇就是壞蛇嘅意思啦，面垂啊，個一個面垂，面蛇的壞蛇嘅表情。第14，撩鬼骨就是表情佢戇，一個佢本嘅意思，也跟講法都真了解安尼吼。第5，來鳥嘛，誰來都來鳥骨身體形容嘅細妹嘅細阿妹一個細妹同細阿妹冇相同年紀是個細嘅呢，就同細阿妹一個來鳥嘛，大部分過去一個不管是男是女都會有來鳥現象當然有的是身體唔好，另外一種呢是講懵懂想到餓鳥，才餓出來第16，屙屎搭落桶，一個意思形容詞啦，屙屎唔出啦，千里長嘅一個表情，千命股長嘅那個表情，張用一下就挑數片嘅上張嘅張出來。第17，頭燦燦，就為了事情觸及嘅意思行走過來，頭燦燦。第18，一條長嘅頭多帶，出出不變通嘅人就是講佢唔曉得變通嘅人啦第19，一個一鐵三通，殺馬蛇皮公嘅前一句話，一鐵三通是表示認真嘅人，但是後尾一句話，殺馬蛇皮公係指動物咯當然一個人佢所講嘅殺馬有暗藏，能夠蛇到屁股，所以講一個李文國講話嘅時間呢，大部分都係一種嘅情況下講又實在有理，下講有時腦海又有迷，一種嘅講法第20，師傅講做事不安聽心，做事不聽心一下為做一行，一下為做幾行，師傅講，冇就講講讀冇，讀呢樣寫呢，一個逐漸的逐，冇一個出字旁用一個3點水都讀嘢讀冇3點水呢，叫做一個十字旁，
一个主的主啊，做事不听信的意思啦。客家本土语言呢，就係客家白話語文，所以寫作一個客家語文，在一個戲劇啦，一個唱歌啦等等，成為粵語通俗順口又好聽安尼。但是在某個時節、某個場所使用這某個語言，會有特殊的效果，而實踐嘅素材咯，實踐人格會實現咯。但是為人師表做欣賞嘅這碼詞，同歇後語嘅兩個可免就免，講嘅我本人講個相對人士去欣賞尊敬安尼，所以善言就會祝福嘅意思，節碼就是祝福所以人生修養體育修口業有一種嘅講法安尼好，我哋再看第13部分，應用人體器官嘅物嚟罵人嘅，用一個我哋身體上嘅東西嚟比喻嚟罵人。一個第一呢，就頭都講臨摹碰天就相當強相當強，牙齒就是一個13講嘅第一都機場嘅出嚟，聲音呢佢好叫點嘅就唱嘅出嚟佢好叫咯，就用我講咯，是的世界唱嘅，是的世界唱嘅，佢好叫安尼話師傅人叮當師傅都人叮當就是先嘅師傅佢講佢美麗可愛嘅姿態師傅人叮當第三，項目係指短淺嘅水，直水什麼人呢？用直水，嗰時候用我哋頭擺先生教嘅喲。什麼人冇聽我說嗰塊看相安尼啦項目。西來咯，就講眼目，腳眼向來眼一個眼目就相同，佢短淺嘅水目，眼水就四腳眼田這個台灣嘅俗語講西來嘅男人第五，三馬摸骨就是三邊嘅意思，三邊佢好邊佢好拗第六。演變在就是是非誰猜一講是猜一講，好話一講，壞話一講，乜嘅脫離這個全包，也就按照演變在。第七，瀑布嘅水幕兩頭唔搭斜一個瀑布嘅水幕兩頭唔搭斜，要左右難平衡聽講頭擺有嘅嘢。假本一個瀑布嘅水幕，瀑布嘅水幕，信仰可能鸚鵡嘅時間呢，聽講更多瀑布嘅都天我嘅時間呢，嘅一剎那嘅時間啦，分信仰更多嘅時間，鸚鵡多咗呢，還看。一個新郎係啲轉咪咪嘅嘢唔知有樣冇樣小話一場啦第八，七頭唔常用，彩碟也唔常用也就係講命中無不可強求七頭唔常用，彩碟嘛唔常用一個屬於一種就命中無不可強求。第九，屁流唔得好聲，聲屁聲，屁加上挑數片聲屁流唔得好聲，就講行動有致，
有人事情不敌分明啊，也个就讲啊，批流都唔敌好生其实我是唔啱，我是唔啱，也个比喻表示冇天性啊，做事情一行冇应该一行，做啊办难餐又来问过人事的第二个是咩？林飞鸟，林飞鸟，一个跳视频做一个佛教的佛的模型视频嘅，一个有 foot fit fin 三音嘛哈 ，foot fit fin 三音，一个林飞鸟，比做事情做为一时咧，就唔做嘅冇耐心啦，冇耐心，表示冇忍耐嘅性质。第十名，这个破壳罪，破壳罪就是讲啊，相当乌鸦罪，乌鸦罪，乌鸦罪啊，讲坏冇讲好嘅啦，就破壳罪。一个所以有啲位事情要注意人生一次嘅事情啊，实在都讲好莫讲坏。讲好莫讲坏咁冇會講本應講係破殼作用。第13，鳥腳，鳥腳啊，就是鳥腳是完全冇用嘅東西啦。那個鳥筒底下嘅石灰子啦，鳥腳。一句話就親像講啊，客話個小啊，那些安尼啊，佛聽嘅語言表示唔係嘅意思，英文對應 no 安尼嘅意思啦第14，嘅奧林實在就冇乜嘅托理好講理所當然，冇乜嘅托理好講冇好辯嘅，就是奧林實在冇話講嘅意思。15，乜嘅骨頭乜衰。乜水真係嗰陣時土家俾乜水乜嘅骨頭乜水，乜嘅骨頭乜水就乜嘅飯插嘅些事情呢，飯插嘅些事情呢，水就演變成就都講水乜嘅骨頭乜水第16，硬骨頭。一個從一個華語你的大頭，也就罵人嘅意思也就講硬骨頭，唔好講唔嘅睇頭，唔好講唔嘅睇頭硬骨頭是否定句一個不同意嘅意思，硬睇頭第17，沙皮，一個沙皮呢，就是心情。歡喜他人家來褒獎，我樂意咧，去朴素咧，所以有人講個台灣國人最驚人朴素，最驚人虛咧，下頭嘅意思。第18，一個蘇拉開，個蘇拉個慷慨態度，一個送本他人家，佢喪嘅意思啦，本人家唔會壓擦，佢爽就蘇拉開蘇拉。一個19，擺腳鴨唔冚身份，意志能力不足個要好表現，即就講擺腳鴨唔冚身份。20，變肚大，一句話。一個我寫這都在培訓都市做蛋糕不像頭擺，既然比本人一打過沙包嘅大都變肚大彎下來所以指希望同失敗嘅意思啦，變肚大都市嘅肚變肚大。第21，叫甲有人就等於講叫嘅甲空氣樣嘅，叫派火柴，這冇效嘅意思叫甲有人，
各位乡亲大家，一个表演嘅时节先笑，那喺讲我来表演一下叫甲无言，因为夹吧，叫嘅绝对都夹唔到无言啦，嗬，嘅是冇好意思。再讲新人係祝福嘅意思，個節碼詞是祝福人家嘅意思。乜個人祝福人家呢？就是使得他人家得到一個唔好嘅現象啊，哦，一地方嘅災難啊，一個就講做祝福哦講法嘅。但是在某個場所、某個時節使用節碼語言會有特別嘅效果而實際嘅素材呢。所以做先生嘅人啊，佢都講過嘅，節碼詞同歇後語啊，可以面、手面，咁冇講下去會漏氣啊，嗬，所以少用體液嚟少口業，一個句話，大家記在心裏，行在腳行，一個基本嘢講到嗰個段地位，有兩片兩舌。一個希望各位鄉親大家，看呢，聽嘅了白所讀嘅，再依照課文來讀一遍，讀會熟下嚟，我哋嘅客家白話文當然就非常嘅流利順口安尼。再講，我明日都會講一個聯音詩啊，詩人講嘅聯音詩，上母岳母嘅文史嘅研究。一方面呢，希望大家來了解，因為能夠寫出白話文，就會用到一個聯音詩嘅其他嘅文言文，也係國語文中啲都係幾少用到嗬。但是戲劇同個唱歌嘅，尤其山歌。不管是老山歌、山歌子、平板小調啊，也流行歌曲啊，然後都會用到一個唱歌嘅連音嘅問題。一個連音係指 union， 唔係英文嘅連狀嘅連嘅 connect 啊 ，connect 啊，一個連音是我哋看中間嘅，我哋嘅韻母連音是韻母只有三枚。A、E、O 三個音，一個人嘅韻母通常講話嘅韻母有28，但是一個韻母只有三枚，所以一個韻母一個中間呢是 A 音呢又有2個音，一個數上就是比較多，同睇符嘅方面啦，都係用2個音，也係藝術 A 音一個上母嘅來源，是由頭前嘅一隻字嘅11隻字嘅頭前嘅隻字嘅韻母嘅尾音轉變為一個連音詩嘅上母，所以我哋知道一個語音同本音嘅區別啦，本音是指一個是上母韻母，但是語音呢又包括上母一個同上調安尼嚇，所以講啊，一個連音詩 A 音呢是用實體字，好我讀單個嘅，第一個是 V 嘅音，乜嘅時節會用 V 嘅音咯，讀到 U R O 嘅尾音嘛，有個時節就會用 V 嘅音。L 嘅時間呢，就 L 啊，一個就 T 嘅音嘅時間呢，就 L 啊。E 嘅音呢，I A 嘅時間用 E 啊。M 嘅時間一個就唔嘅音，嗱對頭前變成冇嘅音啊。按 N 咯，N 嘅音，嗱對頭前呢變成呢嘅音。NG 一個唔係魯迅字啊，嚇 NG 一個音呢。這個是一個個音，拿對頭前變成我個音啊。G 呢是可個音，拿對頭前變成個音。B 呢是破個音，拿對頭前呢變成波個音啊。所以各位鄉親，一個係到上面嘅同底下嘅
对方呢就有个就是说，哇啦呀嘛那啊嘎巴哦，单音诗嘅世界歌手创作性比较多呢，以某一个单音诗、支持诗，一般成机器诗，啊，变成一个音啊，一个 A 时间呢，V 来耶咩呢呢嘅 B 啊，个 A 是本音，O 的时间呢，V 了 U 么呢我个 B 啊，单音诗的时间就 O 安尼哈，是哦，吃哦，啊，一个字哦，和一个音。A O 本音嘅是单音是爱出本音啊，也本音。那个是这 A 音咩呢？是实体字，研究都是实体字。但是俺们讲话嘅时间，莫用全部用本音字哦，不能用本音，而用语音。语音有声母嘅啊。一个实体字就是万文生义，一看呢就知道意思，就呢就按到实体字哈。一个情况，一个两个矮耶啊，风嘅一个用法，就天上天上天上上天是上，一个 R 同 O 呢，一个都意思用义工堂嘅，能第意思啊。一个 A 音咩呢？用目注看呢，能抵得个意思嘅存在，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嘅一个在另外有个在艺术大学嘅7.25分，也係在一個天子堡地圖裏，我地圖裏嘅有名字地圖裏啊，點嚟談看啦，一個連音詩嘅聲母樣嚟變來嘅嚇，樣嚟變來嘅。第下個呢，就是給報了個暗含，因為一時一希望政府機關啊，能夠做好一個事情。一個啊，一個文物啦，但是一個乜嘅古蹟啊，古蹟，但是一個頭前嘅地方呢，咁唔係古蹟，應該是唔係啊。一頭前嘅也冇真理，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嚟看看啦，台灣全省可以講啊，第一台嘅水利暗含，哦，在1956年做嘅，以上呢，今日就講到嘅這個希望大家感謝你，大家共同嚟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就是本土語文。本土語文呢，可以講得講啊，族群就地方嘅不同。以所用的語同文是有所不同，多少有所不同，是希望大家多多了解一啲問題安尼哈。以上是望大家感謝你，再見。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